请问台湾古早除了一府二鹿三艋舺，还有另外一种讲法，讲的是一府二鹿三什么所在临监在 ？A 有来 ，B 新庄 ，C 莺歌。嘿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哇！新庄啥？艋舺这比1962年更较早呢。嘿啊，系啊。真啥？我觉得不可能是乌来啥？乌来新庄加莺歌，因为应该是就繁荣的嘛。哎繁荣，我感觉乌来是无可能是泡温泉的。新庄嘛，哈？我感觉是西美。对，莺歌嘛。新庄是即卖的新庄没有，不是莺歌啦，莺歌就是在做陶土遐啦。我捌去做过节目讲，较早迄船为淡水，艋舺会当起来到莺歌遐。哦，在不呀？嘿，可能是瓷器。嘿，我刚刚瓷器嘛，袂歹，因为瓷器是台湾的迄标准迄产物啊。嘿。莺歌。一府二鹿三莺歌。好，迄是你的答案吼。好，咱来看者莺歌对唔对？紧张，哎呦，惊到啦！来，你是啥位？乌来还是新庄？乌来是洗温泉的。 5、4、3、2、1。你算，新增好啊。新庄，咱来看一下哦。好跳脱哦。新庄对唔对？恭喜得到1万咯！来，咱来听老师解说，来，老师。哎，较安静诶。哎，这几位观众吼，拜托阮各位录影吼，谢谢。迄时阵的新庄哦，吼，伊是北台湾的米仓，种作者稻仔吼是米仓，啊，过来伊伫这大汉溪的这个边啊吼，拄啊形成一个天然的河港，吼，所以伊会当甲这大汉溪流域所出产的这山产啦，也是茶米啊呐，用船啊再去外国卖，哦，所以迄阵吼，迄个新庄是北台湾的政治甲经济的中心，所以伫乾隆年间的时阵，乾隆皇帝迄时阵吼，乾隆年间的时阵就一府二鹿三新庄的这个水名。后来是安怎新庄无继续发展呢？是因为土沙积塌，船也无多入来嘛，所以一寡商业活动慢慢徙为啥艋舺，才有后来这个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讲法。